taste, t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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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ste.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然后真欢喜吼，搁早起时吼大家拢足准时吼，搁看到大家安尼。咱今仔真欢喜吼，有邀请到南澳教会王牧师还有南澳教会的兄弟姐妹甲咱做伙来参加礼拜安尼。嘛，伫遮嘛爱甲兄弟做一个提醒啦吼，就是后礼拜连面就有一个风台要来吼。南澳教会遐看起来嘛是台风就朝那个地方过去所以弟兄姐妹们要注意一下咱台北嘛是爱说哩啦新闻讲嘛可能敢若西北台搁满月搁大潮，所以兄弟大家嘛是爱家己厝内底嘛是爱注意有上班嘛是家己的行程自己要注意一下伫个礼拜大圣呢，咱就请王牧师带咱来做一个礼拜开始的祈祷。好，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让我们每一次为我们预备盛宴，就是在进入神你的殿里面，一起来敬拜你，让我们以敬虔的心来亲近你，让我们今天所有的礼拜都蒙主你悦纳。我们也感谢你带领我们长子同工教堂诗班，为着教会建堂的事工，来到我们文山教会来做请安报告。天父因着耶稣基督的爱，让我们成为一家人，让我们在你里面彼此之间成为肢体，也能够成为帮谱。天父因着你的祝福，我们不论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高举主你十字架，荣耀主你的名。祈求上帝你圣化我们今天早上所有的礼拜，让你的恩典充满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走出教会的时候，心灵都得以刚强。让我们带出主你的能力，为主你来广传福音。我们这样子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咱即马做伙来锻炼咱今仔日的诗歌。头一首诗歌是圣诗第547首，圣诗第547首。求主带我甲你同行。咱今仔日吟的2条诗歌，拢是咱基督徒非常熟的诗歌。咱先做伙甲圣诗第547首做伙来吟一遍。
家吟即条诗歌吼，早起时头一首诗咱来吟，可能对歌词无介有感觉啦吼。啊，毋过大家若是看咱圣诗，伫个圣诗的最右上角啊，大家若是有信息会使直接看，或者是咱看 PPT 顶头，伊会去讲即条诗歌它的分类，大概是伫个叨一类。像即条诗歌伫个遮的定义是定军本土的见证。麻烦 PPT 帮我放下一页。我甲大家分享一个即条歌会作词的人，就是写伊的歌词赞美诗的人。作词的人叫做 Washington Gladden。啊，伊的身份，伊是一个牧师、神学家，而且伊嘛是伫个美国，伫个19世纪社会福音运动迄个时阵足早期的代表性的人物。伊的信念是透过伫个即个社会有需要的人，咱去甲服侍，照着安尼的行动，咱会当实现上帝对咱每一个人的呼召。这是伊的信念。我要讲一遍，就是社会福音运动的观念是讲，透过咱每一个基督徒，伫个即个社会顶头，为着有需要的人来去做出服务。对即个行动，咱会当来实现上帝对咱每一个人基督徒的呼召。这个人，伊是一个社会运动的推动者，伊一世人有写超过40本书。是要推动社会正义的执行。伫个早起，伫个较早进前19世纪那个时候，其实神学家或者是那个时候牧师，大概是在这个社会上，知识水平非常非常高的人，所以因带什么款的信念来甲信徒交陪，其实会对当时代的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19世纪那个时候是在工业革命比较后期。所以整个社会的秩序都还在一个转动混乱的时代，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劳工的问题没有解决，黑人的问题、黑人的权益、社会底层妇女的权益、童工的问题，还有童工的教育等等。所以这些的问题都会是当时候的社会，乃至于延伸到现在，其实咱去看咱的社会，真少看，阁有足侪所在是咱需要咱带伫耶稣基督，互咱的疼心。来去对待这个社会顶头，足侪啊，佫需要改变，或者是不公不义的代志。所以那个时候，在19世纪，就有像 Washington Gladden 这样子的神学家，或者这样的社会运动推动家，他们不断的在这个社会上促进很多对这个社会改革、对实现社会正义有意义的事情。我家有下掉，在他的传记里面有一个很有名，就是他在任全国工会理事长，公理会教会的主席的时候，他曾经拒绝过洛克菲勒的捐款。这边写到的捐款是10万美金，在19世纪10万美金是一个非常大的数额。洛克菲勒大概怎样是像啊？大概知道，就是他最有名，就是他曾经是19世纪的时候的石油大亨。他的全盛时期，那个时候他的公司壳牌公司全盛的时期垄断整个美国90%的石油市场。但是在那个时候，因为有像 Washington Gladden 这样子的人，他们带着对社会的呼求还有信念，所以他拒绝了洛克菲勒10万美金的捐款，因为他觉得这间公司他所做出来的行为没有办法代表上帝社会公义的实现，所以他也被后人称作所谓第一位公民或是社会福音运动之父。好，所以咱等下过来吟一遍这首诗歌的头一站，咱去思考为什么伊会用这款的文字写出安尼的歌词。好，咱做伙来甲头一站搁吟一遍。做伙来串联咱第2条诗歌圣诗第160首，诗曲我需要主。咱先做伙甲咱这首诗头2节先吟一遍。诗曲我需要主。
普通上吼，大部分的人啊，包括我，咱可能拢唔捌有试过，就是自己试试看创作诗词，对不对？同款，我嘛要来介绍一下这首圣诗伊的这个背景。咱会当看到这首圣诗，伊的作词的人叫做 Annie Walk。Annie Walk 这个人呢，伊嘛真特别，伊是一个赞美诗，或者是恁看到赞美诗就是填上歌之后，填上旋律，它就会变成赞美诗，或者是说他是一个专门在写赞美敬拜上帝的这种诗词的这个作词家。那这个人 Annie Walk 呢，伊真特别，就是伫咧早前，伊甲咱拄则介绍的迄位 Washington Gladden， 因差不多是同时间出世，嘛同时间离开这个人世间，所以因的社会背景伫咧因迄个时代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个女孩子 Annie Walk 啊，伊一世人伊毋捌从任何一个学校真正有毕业过。毋过伊对14岁开始就开始作词，伫咧荣耀上帝，而且伊嘛发表伫咧迄个时阵当地的报纸顶头。后来伊就定定为伊的教会创作足侪赞美诗集，特别是为着主日学啦。所以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会特别有感觉，因为今嘛我是伫咧主日学服侍嘛，所以他一生呢创作有超过400首的这种填词的赞美诗，是很为后人去称道。咱若讲去看咱的圣诗，无论是拄则介绍迄位，或者是 Annie Walk， 其实拢有足侪条诗歌是因两个填词填出来的。好，这个 Annie Walk 伊上出名就是咱即马在吟的这条诗曲，我需要主。咱可能有一个印象，就是一个人的作品要有名啊，通常是等到他过世之后。毋过 Annie Walk 就特别咯，伊是伫咧在世的时阵，伊还佫活着。这条诗是伫咧1872年的时候就创作出来了。伫咧伊还佫活着的时阵，诗曲我需要主这首圣诗就已经伫咧美国足大的流行。所以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会唱这首圣诗，并且也很好的去说明我们作为一个追求上帝的人，在我们心中受到上帝的带领。假如我有写，伊家己 Annie Walk 伊家己对这条圣诗，伊的表达是讲，对我自己来说，这首赞美诗是预言性的，而不是表达我自己的经历。因为它是乘着爱和欢乐的翅膀飘向世界的，而不是在个人悲伤的压力下。所以咧讲啥，就是讲，这是一个宣告。伫咧咱每一个人吟这条诗歌的时阵，包括 Annie Walk 伊本人、当时代的人、咱即卖的人、大人、细汉囡仔，当咱吟这条诗的时阵，咱是要宣告咱的信仰。宣告对这个世界，还有对咱家己，去宣告诗曲，咱每一个人拢需要救助。咱做伙甲第3节、甲第4节，搁继续经过，咱带一个较安静的心来思想咱的信仰。
认着俄勒耶和华，耶和华的奴仆啊，认着俄勒，俄勒耶和华的名，愿耶和华的名受俄勒。对即时到永远，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耶和华的名是应该俄勒的。咱即时来吟圣诗，圣诗第160首。诗曲我需要主，诗曲我需要主，极大慈悲，着听我主的声，就会欢喜。求主应点我心里，诗曲甲我伫地，我心目即号福气，我来就问你。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是咱用主所教示的祈祷文来做伙祈祷。伫咱的周报第7面，请。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灭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三甲来启用。咱要看的启用文是第31篇，就是诗篇127甲128篇。启用文31篇，咱三甲来启用。厝体若毋是上主建造，城若毋是上主固守，恁早早起来，晚晚才困。上主所听的人，
今日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种地把把的人真有福气。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米。你的某伫厝内亲像交结果子的葡萄树。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愿上主对世安赐福予恁。愿你会看到囝囝孙孙。这是咱同心来祈祷。至关荣耀的上帝，愿荣光拢归于你。永远的阿爸伯，愿你的名受到万百世来尊崇。愿满心感谢你，为你所赏赐各项的恩惠来感谢。你的恩典甲怜悯时时到阮伫地。阮伫遮谦卑仰望你，伫生活中难免会有一时的贪恋、骄傲、自私来离开正路，完全袂记得你所教是阮的，就爱用薄仁的心来款待人，听厝边亲像家己。慈悲的上主，请你怜悯阮，当阮来向你认罪时，请差遣圣神来充满伫阮的心中。忧伤痛悔的心是你所喜爱的。当阮行回头的时，请你接纳眷顾，重新引带，互阮搁拄着试炼的时，有勇气甲智慧，靠主来镇压所有的歹。求上主帮助阮。伫7、8月暑假的期间，教会有侪丰富的活动咧进行。感谢主，主日学夏令营已经顺利来完成。阮看见营队的学生甲老师，确实有体验甲享受到主你丰盛的爱。刷来有团契的生活营，有福音队等等。恳求上主，互所有活动的筹备过程拢顺利。营会期间出入拢平安，所有参与的人拢有美好的结连，互相鼓励甲学习，伫信仰中得到操练，伫主的听中得到成长。上时，阮也为着南澳教会建堂的时间来向主咧祈求，互因的建堂的时间会当顺利来完成，也求主纪念南澳教会牧师。兄姐因这段时间出外募款的辛劳，因的出入拢平安，拢得到主的照顾。伫阮的中间，若有身体欠安、有病痛，求主来医治；心内有烦恼的，求主亲自来安慰。阮将这个拢摆咧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再咱做伙来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哈该书第1章13到15节。哈该书第1章13到15节。哈该书第1章13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照耶和华所命令的，甲百姓讲：耶和华讲，我甲恁治地。耶和华激动犹大的总督。撒拉铁的囝所罗巴伯的心，甲约撒大的囝祭司头约书亚的心，甲村的百姓的心，因就来伫万军的耶和华，因的上帝殿做工。
这是伫第二王2年6月24日以上。这是献诗，咱要请南澳教会的诗班，伊要献的诗有2首，第一首是免惊，毋免惊，耶稣伫遮；第二首是温困做工的歌。受伤的落地，伊无阿姊，要还的电费伊无拍死。
这是咱要请王福成牧师来证道。王牧师是南无教会的牧师，代表南无教会来请安。伊要讲的题目是上帝一定会帮咱，上帝一定会帮咱。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首先要跟大家说抱歉哈，因为台语的部分呢，牧师很努力的学，但是要用讲道的话，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一般的话还可以哈，听说还可以。如果要用讲道的话，确实对我来讲是难度非常非常的高，不容易。不过在礼貌上我还是前面要跟大家用台语来跟大家做一些的这个问候了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感谢咱的牧师、小会甲兄弟姊妹，今仔日会当加入咱的南无教会为着建堂的事工来遮请安甲报告。阮有这款的福气，是因为咱是自来的一家人。伫南无教会建堂的过程中间，咱来做伙见证上帝听他甲恩典，请继续为我们祷告。到这边而已，希望以后更努力了哈。好，那么回到今天早上的这个经文哈，用哈该书的第1章其实我们可以从12节可以念哈，用这个主题上帝必帮助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的经文在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然后呢，哈该要传达上帝的话，向当时的犹大省省长所罗巴伯跟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主要的目的，传出上帝的话，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要让他们回去重建这个荒凉已久的耶路撒冷圣殿。那么在第一次归回的时候呢，因为南犹大跟北以色列国兄弟之间互相的这个矛盾，然后发生了大小的这个冲突，以及当地人的这个反对呢，使得重建的工作呢就停顿了这个16年的时间。那么犹大人也因此呢，为自己找出合理的理由来不重建上帝的圣殿。第1章的第2节说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圣殿时候呢尚未来到。当我们读到第4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非常问题的一个所在。第4节里面说到说，确实自己可以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很显然呢，百姓呢只顾自己的所需和可以让住的舒适，表示他们用了许多的一个心思、时间、精神，甚至于金钱呢，来为自己打造非常漂亮而且美轮美奂的这个舒适的这个房子，而让上帝的圣殿呢继续的来荒凉。弟兄姐妹，人如果习惯过了舒适的日子，还要再回到上帝面前，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或者是说，对过去的一个失败，要让我们再去面对新的一个挑战和没有把握的事，多少也会让我们失去了信心，也不免会让人家担心。这就是当时犹大人的这个光景。即便如此，耶和华上帝并没有忘记或是离弃他的百姓，在16年之后呢，要他们起来重建荒凉的这个耶路撒冷圣殿。对犹大人来讲，重建圣殿是多么不容易的事，但是上帝可以为他们来成就大事。先决的条件是什么呢？要用2点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中间呢，分享然后教会的一个建堂的一个故事。第一个就是听从上帝，主必帮助。听从上帝，主必帮助。12节里面说到，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领袖听从
百姓同心的这个听从，并且呢肯定先知的话，对重建的这个圣殿的工作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论领袖，他们的经验和经历都非常丰富，他们比谁都可以了解问题的所在。但是先知哈该一讲话呢，他们就起来听从，可见这两个领袖是多么谦卑的这个领袖。要完成重建的这个圣殿的工作，需要大家的同心合意，唯有听从上帝的话，才能够蒙上帝的帮助。同样的，在教会的圣工里面也是一样，除了牧者、同工、弟兄姐妹，必须也要有合一的心，才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或是在这个地方里面，继续来兴旺主的福音，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继续在这个地方呢，成为一个盼望的一个记号。我记得到南澳教会牧会的第3年，其实到今年已经进入21年的时间。在牧会的第3年的时候呢，有一位年近80岁的老姐妹，是一个寡妇，我们都称她为郭妈妈。她对神呢非常非常的敬虔。有一天，她带了一笔的经费，说要奉献给教会。她希望用这一笔的这个奉献呢，来修缮教会的这个围墙。当时教会的围墙是用空心砖去做的，然后呢，它会日子久了，它自然就会风化，甚至剥落掉，或是破洞，甚至长草跟长青苔。因为我们当时没有用水泥去铺，甚至用瓷砖去粘上，所以呢，这位老姐妹呢就告诉我说：“牧师，围墙是教会的门面，有干净跟漂亮的门面呢，也是我们对上帝的尊荣。他的奉献和他对神的这种敬虔的这个态度呢，让我一直到现在，每一次去做分享的时候，仍然会触动我的心，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原来的教会不到60坪的这个1层楼的这个建筑，那牧师馆呢不到6坪的这个加盖的这个铁皮屋，那主日学的教室呢，是后来我把它盖在防火巷里面，也是用铁皮屋来加盖，也是违建。那么因为寡妇的这位老姐妹的这个奉献呢，激动了我们对10年后的这个建堂的一个计划。我们也更相信，这是从上帝那里来领受的一个意向跟使命，或者是说当时是上帝在跟我们说话。所以呢，在这10几年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为了设这个建堂的一个经费呢，我们尽心尽力，我们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下田种植地瓜，成熟了以后，我们可以去做义卖，甚至带了一些义卖品，手工艺品也来去做义卖。那么有一件让我一直也是非常感动的事，是许多的长者们也交代他们的子女，如果有一天我蒙了上帝的恩召，即便还剩下一点点的丧葬费，也要奉献给教会，因为他们多么渴慕，多么希望教会的这个建堂的事工呢，能够顺利的来完成。但是今天许多的这些长者，他们都不在了，他们期待有一天教会能够新堂教堂能够顺利的这个来完成。就在2020年的时候，跟建商呢一起来讨论总工程费。我们的建堂经费应该说也已经准备了一大半，是应提总经费的这个一半的这个所需了哈。我们认为建堂的计划应该顺利的来完成，但是呢，在3年前开始爆发了全球性最严峻的这个疫情，跟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原物料跟物价，甚至于工资呢，到现在仍然涨个不停。所以当时建商就告诉我们说：“牧师啊，
如果要用第一次的这个合约的这个经费来建的话，非常的不容易，很难。所以呢，建商告诉我说，牧师啊，我们必须再一次召开会议，还要更改我们的合约，必须要增加经费，才能够完成然后教会的这个建堂。这对我们小型教会来说是很难承担的事，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很不可能的这个任务。虽然如此，建堂的工作不能停止。如果停止了，也许我们也会像以色列人一样，会找出许许多多的理由，可能不止会停个16年，甚至于呢，建堂的工程呢，甚至于工作呢，变成遥遥无期。所以为了筹不足的经费呢，教会的建堂委员、长子同工，甚至于弟兄姐妹绞尽脑汁，还不足的这些经费，我们要怎么去筹措？然后呢，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工告诉我说，牧师，我山上有土地，合法的土地，然后部落里面，弟兄姐妹部落里面合法的房子有土地所有权，地上所有权的3栋交给牧师，我们再去跟银行，去跟这个银行来贷款。那牧师心里觉得说，哇，很欣慰，大家都能够很同心，很愿意。所以我带了建堂委员的这些同工，带他们到台北的这个农民银行，直接建这个副理。那副理就告诉我说，牧师啊，你先回去，我们来做这个估价之后呢，大概担保品可以借出多少？我们再回复你。那我们就回去了。那没有几天，这个副理就打电话给我说，牧师啊，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要贷1000万。他告诉我说，很不好意思，10几甲的土地，3栋合法的这个房子呢，原来都是在原保地里面原住民保留地，所以他告诉我说，牧师啊，担保品不够，所以你们还要有很多的房子，甚至于呢山上的土地交给我，才能够去平衡。我说我们已经整片山都给你了，已经没有了，所以3栋房子合法的也都交给你了。你们猜猜看，大概有多少的数字这个可以贷的金额？大概是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大概有11甲的土地，然后3栋房子。弟兄姐妹，你们猜猜看，牧师也可以猜是一个数字。300万，哇，真的应该有接触到了哈。真的，就是11甲土地，然后再3栋房子，然后这个副理就告诉我说，只能贷出370万，而且还要扣7%，所以大概才300出头。所以那个时候我跟上帝说，上帝啊，你不只是对我们幽默，而且到现在我对你难以懂啊，上帝啊。我们预备了10几年的时间来做建堂的施工，如今好像让我们走投无路的样子，就如同以色列人一样，他们离开埃及，后面有追兵，前面又有红海，但是我们没有放弃过，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上帝。这一件建堂的事工不是我们人的事，而是上帝的事。我说，上帝，你是成就大事的上帝，我们唯一的方法，好像面对绝境走投无路的时候，只有祷告。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弟兄姐妹、长子同工，在整个群组里面，甚至于呢，在所有的这个赖里面呢，告诉他们要为建堂的经费来祷告。我相信上帝一定会为我们来预备，因为他是信实又成就大事的上帝。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不断的交托仰望来祷告。无论是在任何一个时间，也许在深夜的时候，牧师还在传赖给同工，可能他们在睡觉了。我说要祷告，警醒祷告，上帝一定会为我们来预备。到了2020年的7月的时候呢，邻近的教会有一位长老来跟我聊天，
因为他是师母的这个表弟，他是要报喜讯，他要很高兴的告诉我说：“哇，牧师姐夫啊，我要准备退休了，因为他是警务人员，海巡署的，我要准备退休了。”其实他是来告诉我说，他要准备退休，以后有很多的时间来到你家里跟你聊天，甚至谈教会的一些事工。我说欢迎欢迎，谈了1个多小时，内心的话、心里的话一直悬在心里面，但是有一种声音一直在催逼我说：“告诉他，告诉他，告诉他。”弟兄姐妹，借钱谈何容易啊！要说出口很难很难啊。其实聊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那个心里的话一直在有一种声音就告诉我：“你要告诉他，你要告诉他。”但是1个多小时走过了，我还是开不出口来。我要跟你借钱，你大概就要马上就说：“我下次再来跟你聊天好了。”结果我知道，当他准备要离开的时候呢，我就说：“留下来一下，我还是要把教会目前所面对的困难来告诉你。”我说：“我知道你依然是有一栋透天的房子，你能不能借给教会来做担保品，向银行来贷款？”长老那一位长老真的是看我不知道看了几秒，愣住了，眼睛大大的，就一直看着我，留下一句话，你们知道是什么话吗，弟兄姐妹？他说：“牧师，姐夫，祷告吧，你们祷告吧。”当他说出这一句话的时候，其实我内心里面眼泪流不住。我说：“上帝，你听了我们的祷告，你成就大事的上帝。”他告诉我说：“我就回去，我要回去跟我的太太、跟我的孩子讨论，我再来回复，1个礼拜之内我会回复你。”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没有到1个礼拜，大概第3、第4天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牧师姐夫，赶快到罗东，带你的同工来罗东。”我的太太说可以，我的孩子说可以。我们去跑几家银行，哪一家银行是利息最低的，我们向那一家银行来借款。我说阿们啊，感谢上帝啊！我就想到圣经里面以弗所书的第3章20节里面所说的，神能够照着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来成就一切，是超过什么呢？我们所求所想。我想弟兄姐妹，我们的心里的大力是什么？是你的祷告。你向上帝呼求多大多少，上帝就应允你。无论是在我们面对任何的困境处境，甚至我们自己的病痛，或是内心的这种困惑，当我们向上帝呼求的时候，我相信上帝必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也能够从祷告的当中看见上帝的作为。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真实的经历，甚至见证了上帝的帮助跟上帝的同在。那么第2个呢，我们必须要有敬畏的心，主上帝才能够帮助我们。一个是听从，一个要有敬畏的心。因着以色列人民过去崇拜偶像，又离去了上帝，耶路撒冷在主前586年的时候被巴比伦所灭。原本应该是万国万民祷告的殿，充满上帝的这个荣光。那么如今呢，金碧辉煌的这个圣殿呢，成为荒凉无人过问的一个地方。对以色列人来说，是情何以堪的事。他们不仅是国破家亡，更加处于没有圣殿的生活。过去圣殿是他们整个生活和信仰的一个中心，在被掳之后就不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去进到圣殿里面来敬拜上帝，或者说在圣殿里面来接受这个教义，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圣殿对他们不单单只是一个建筑物，是对他们来讲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而是对上帝存在的一种这个生命的一种表达，是他们与上帝会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一直到波斯王古列下令他们
可以归回耶路撒冷来去重建的圣殿的时候呢，但是因为好景不长，因为南北国之间的这种不少的这个冲突跟当地人的这个反对呢，让他们停止了16年的这个时间。其实呢，真正的问题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而是出在他们本身，因为他们不依靠上帝，甚至于呢，在这16年的时间呢，不敬畏上帝，而让自己用非常合理化的这种理由呢，来糊弄上帝。所以呢，很显然，在过去的这种圣殿的这个被毁跟之后的这个荒凉呢，是因为百姓的不听话，不遵守上帝的这个命令，不敬畏上帝而贪图自己的这种享受，用合理化的这种理由呢，来糊弄上帝。我想，这也是让我们有一个信仰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常常以诚实心灵来敬拜上帝？有没有时时刻刻的将基督的生命呢放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以色列人要突破所面对的这种重建的这个困境呢，关键也就在我们在12节的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他说，这经文说呢，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需要上帝的同在跟帮助，要完成这个建殿这个浩大的工程。除了听从，还必须要有这种敬畏的心。哈该呢是一位老先知，所以根据哈该书的第2章第3节里面所说的，一般圣经学者都认为，先知哈该很可能亲眼目睹过所罗门所建造的这个宏伟的这个圣殿，也或许在孩童的这个时期呢，小孩子的时候呢，就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了。所以呢，先知哈该在这个时候呢，出来呼吁，不要把生命最重要的顺序弄错了，不要重蹈祖先们错误的这种心态跟行为，以至于让自己的生命呢陷入在什么呢？灾祸之中。要调整并且重塑那荒凉已久的这个旧的一个生命，以新的这个生命的态度呢，来敬畏上帝，这样才会蒙上帝的祝福跟帮助。每一个人都当敬畏上帝，全心全意的信赖他，忠于他，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蒙福的百姓。就如同诗篇的128篇的第1节告诉我们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呢，是多么有福。申命记的第5章29节呢，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但愿他们常有这样的心思，时时刻刻地敬畏我，谨守一切的诫命，好叫他们跟他们的子子孙孙万世万代，凡事都顺利。我想，然后教会建堂的目的是要继续在这样一个变动的时代当中，继续为主传扬美好的一个福音，让人有机会来认识并且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教会成为一个盼望的记号。有许多国内外的人喜欢环岛，特别是骑单车或者是骑重机的，常常会有他们的电话来问教会可不可以借住一晚。我会跟他们说，教会呢没有设这个招待所，如果不介意的话，教堂可以借给你们。所以呢，常常的时候呢，礼堂就成为了过路客的这个休息站。3年前疫情还没有爆发之前，我们的同工教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用教会的一点点的资源
来帮助我们自己部落的这些长者，让我们有机会去服侍他们，去照顾他们。所以3年前，我们也跟原民会去申请了这个文化健康站。当核准了以后，才爆发了这个疫情。既然核准了，即便是面对重大的这个疫情，一样，我们的心志不改变，因为这是我们跟上帝求的，也是我们跟上帝祷告的。所以，将近4年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也尽心尽力的来照顾我们这些部落的长者，他们很喜欢到教会来。未来，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部落的这些孩子，甚至这些青少年，他们的父母亲早出晚归。我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拿着50块、100块到街上买早餐，然后再回去学校。我就跟我的同工长子说，如果有一天上帝恩待我们建完了这个新堂，我们必须要照顾我们部落的孩子，还有这些青少年。我们要陪着他们，甚至每一天为他们预备早餐，营养的这个早餐，让他们有充足的这个营养呢，回到学校来学习。亲爱的弟兄姐妹，敬畏是一种对神的态度，也是对神的一种敬拜。每一个人每一样的教会事工或是服事呢，都要有这种敬畏的心，因为我们生怕我们会亏欠了上帝。听从和敬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表现。神会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和生活中的每一个需要上成为我们的帮助。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呢，跟父神说：“父啊，求你把这个苦杯移去，但是不要按着我的心意，按着父神的心意来做。”因着耶稣基督的顺从跟听从，他成就了救赎人类的一个计划。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若有听从和敬畏的心，我相信上帝必成就在你生命中的每一个计划。祈愿上帝祝福我们文山教会的弟兄姐妹，走出教会，继续为主传扬美好的福音。愿上帝祝福大家。我再做一些做 PPT 的这个简报哈。好，这是我们教会的未来的这个图样哈。好，我要按吗？还是好？这个是1947年创立的时候，我们用茅草屋跟这个木板来建的教会。然后在第一次重建的时候呢，就有水泥屋但是呢屋顶还是要用茅草当时。好，在第二次重建就在1980年，茅草屋不见了就用这个铁皮屋，因为宜兰常常有东北季风，没有几年就成这样了好，到第三次重建的时候，就在1994年，就是我刚刚分享的1层楼，左边是牧师馆，后面是那个小小的后面防火巷是盖的这个主日学教室。那牧师馆呢的主卧房呢有教会的这个电脑然后呢小孩子的房间呢也有这个教会的影音机，所以我们礼拜天的时候呢5点半就必须要起来了，因为大概6点多之后同工会起来要起来做这个电脑的一些资料，所以主卧房是放我们教会的电脑，那牧师馆的这个孩子的房间放影音机一样，我们跟小孩子必须要在6点之前都要起床。好，就在2020年的时候呢，就把教会这1层楼的这个教会，坪数不大，坪数不到100坪但是要建的话还要建筑比例还要扣48%所以呢我们大概建将近60坪只能往上盖。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呢，就把5月就打掉5月就开始建。然后主要是说建堂主要的这个目的，主要是遵主的教训就在马太福音的28章18到20节
继续在部落里面和社区和这个社会为主传扬美好的福音。那也需要一些的这个空间，因为礼堂小小一间，那礼拜的时间几乎都在赶场哈，几乎都8点主日学，9点妇女会，9点44班，10点就在一个空间里面所以在礼拜的品质不是那么好。那当然牧师馆的这个住宿环境呢也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好，那主日学的情况因为没有教室，所以呢桌椅也没有，所以他们必须要在讲台上趴着做他们的一些课业好，青少年也是在一个小小的礼堂里面好，那我们办一些的这个圣诞节或是感恩节复活节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有的从外面来他们特别是对这个感恩节跟圣诞节他们几乎都会回到教会。那常年来呢，我们就必须要搭帐篷在外面搭帐篷，不管是大太阳或是下大雨我们必须要搭帐篷，因为我们都要用这样的心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刚刚分享的就是这位姐妹因为她的奉献呢，就激动了我们10年后的这个建堂的一个计划。好，设置建堂基金就在2010年的开始，我们开始做资源回收那个时候保德瓶还有1块钱铝铁罐还有5毛钱。那因为大概做了几年之后，就这个价值不高，我们就不做了。然后呢，每一年的1月开始呢，我们发放给我们给会友认养了小猪童作为建堂的一个经费。到12月25号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就带到教会来做奉献，作为建堂的一个经费。好，然后我们也在2020年夏天工作这个宜兰的天气不是盖的，非常非常的热所以很辛苦但是大家呢都愿意殷勤为主工作了越服侍越甘甜。我们也做了原住民的特产，特别是泰雅族很喜欢吃这个做这个腌大骨呢，也要花上半天的时间，很辛苦。但是我跟同工说呢，我们把这个名称改成喜乐骨，越做越喜乐，我们一点都不辛苦所以呢他们也甘心乐意来做。好，去年开始我们有长老会合作这个白玉关不过也不容易了到今年呢看不到什么利润做但是还没有什么利润但是我们也愿意了，为了整个教会的一个建堂的一个经费。好，这就是我分享的文化健康站从开站一直到现在呢，他们很喜欢，几乎天天爆满。然后我们的局际4位这个照服员已经额满了到4位照服员。那感谢主用教会的一些资源，我们在临时教堂在铁皮屋里面，包括我们装饰了好几台的这个冷气。好，那未来的这个教会的图样就是目前就盖成这样子大概还在做一些内部的这个整修，那很快就会完成，请继续为我们来祷告，愿上帝纪念。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然后教会到文山教会来为建堂的一个事工来请安。因着耶稣基督的爱，让我们成为了肢体，享受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也愿意在你面前彼此来分享、来分担。祈求上帝帮助我们，也让我们一生的当中有听从和敬畏的心，继续来为主你做美好的事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请咱来吟回应的诗，新圣诗第547首，主求主带我甲你同行，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谦顺服侍人类路途，互我学你有力通担一切着我艰难困苦。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咱继续来。伫咱奉献进前，牧师补充报告，今仔日因早起6点外就对南澳出门，南澳伫倒位？宜兰搁较南方澳苏澳再下去，所以6点外就出门。啊，你想6点外出门，几点要起床来准备？5点外就要起来安尼。啊，牧师讲。拄仔咧分享讲，牧师馆甲教会是连做伙，所以牧师搁较早落来爬起来，因真辛苦。但是我拄仔伊咧报告中间，牧师足客气的，牧师非常客气，他没有把他们的经费需要讲出来。我们放回那张 PPT， 牧师很快就跳过去了。我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看过他们的需要是多少？总工程经费2300多万，他们还有不足的地方。虽然看起来他们足够了，看起来数字上，但他们还是需要的。牧师在10多年前参加1919环岛脚踏车的环岛的时候，去到南澳教会过，他们教会真的小小的不大，我们为他们代祷，为他们奉献。可这时咱来为着咱南澳教会因的建堂来奉献。
即时来报告咱伫报告的大省咱来读今仔日经句伫咱的周报第2页，咱做伙来读2遍，请。迄时沙拉铁的囝所罗巴别，甲约瑟达的囝这时头约书亚甲所剩的百姓，拢听叹因的上帝耶和华的声，甲先知哈该奉耶和华因的上帝切伊所讲的话。百姓也伫耶和华的面前存敬畏的心。哈该书1章12节。迄时，撒拉铁的囝所罗巴别，甲约瑟达的囝这时头约书亚，甲所剩的百姓，拢听叹因的上帝耶和华的声，甲先知哈该奉耶和华因的上帝切伊所讲的话。百姓也伫耶和华的面前存敬畏的心。哈该书1章12节。好，咱来看后礼拜圣工分担伫咱的周报第3面。后礼拜第1礼拜领唱甲诗礼拢是谢一宏执事，书琴是黄慧仙弟兄，献诗是献歌队，书献是林宗豪甲施新宇执事，交代是林宗豪执事甲许伯安弟兄。音控是陈佑珍甲庄宏邦弟兄，讲课经理是柯牧师。咱来看后礼拜3查经祈祷会，题目是艺人的盼望。经文是诗篇14篇第1节到第7节。主理是张景伦执事，书会是柯玉佳执事。咱后礼拜第1礼拜甲华语礼拜是请柯牧师来证道，伊要讲的题目是马其顿的呼声。经文是《使徒行传》16章第6节到第10节。启言文甲诗新鲜诗，请咱大家来看，伫厝里当来先准备。咱来看第6面的消息的报告。第1点，今日感谢太和总会的南澳教会王福成牧师来咱教会请安证道，为着南澳教会建堂来募款。请兄弟继续来为着这件代志来关心代祷甲奉献。咱伫1楼有一寡义卖品哦，请咱会当来踊跃来购买吼。即时来代表教会向吴牧师来谢谢。好，第2点，咱2024年上半年度的检销，咱伫11点要伫大会议室来举办吼，请同工来准备。第3点，圣诞节感恩节筹备小组的开会通知吼，咱伫后礼拜7月28 12点半伫教会的美院召开第2届的会议，请参与的团契甲礼拜组的同工来参加，咱有准备中昼顿。第4点，咱少年团契的生活营伫8月2號到8月4號吼，咱伊要到宜蘭的立泽节来举办，请咱关心代祷，也请求主看顾营会期间拢出入平安。同工甲咱的客友伫信仰中拢有成长。第5点，洗礼前的信仰课程吼，咱今仔日下晡1点到2点半伫大会议室有迄个信仰课程要上课。咱即届洗礼要伫10號吼，10月6號吼，咱有一寡课程，咱看隔壁面的迄个信仰课程的介绍。请咱有要准备洗礼、坚信礼甲牧道友拢会当来报名。第6點。咱的林新龙姐妹就是周林来春姐妹，伊伫7月9號安息主懷吼，願主安慰遺囑。安息禮拜咱要伫7月24號拜3早時9點40伫第2殯儀館的進行廳4樓摯愛廳2廳來舉行吼，請咱來注意。好，報告到這，恩信只是今仔有新的朋友來，好，今仔無新的朋友吼。好，咱即時來互相來請安。对不起，咱歡迎咱的南澳教會詩班吼，今仔帶來這水的歌聲吼，謝謝。好，咱即時來行平安，咱互相來請安。
咱由愿徛地来吟祝福的诗，新圣诗第397首，因愿主赐福保护你。吟诗煞要请王牧师来祝祷。请坐，立倒。礼拜即是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